的关系。过去这几年来，有这个异地的祈祷的时间，因为咱伫礼拜中进行吼，但是慢慢有真多的兄弟伫后来的分享中间，因分享讲，伫这个异地祈祷的时间，因得到上帝奇妙的应允。顶礼拜咱的这个正正神学生伊嘛有讲，伫这个异地的祈祷时间吼，其实毋是干那单纯异地这两字啊，是一个属灵的结连的祈祷吼。伊讲伊伫遐去见证着伊个定睛一遍受主呼召的这个应允。所以小等的礼拜讲到了后，欢迎咱兄弟楼顶5楼4楼，咱有比办心。迄个同心一意的祈祷是上帝所欢喜的。咱要分享做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互阮做伙有份来敬拜、来学习、来领受。愿上帝恩甲阮同在，也赏赐你的气力、圣神的感动，互阮知影你话语中的奥妙，迄个智慧、信心甲能力。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中秋。如啊，是日过，是中秋主日，也是这个受难周三项真要紧的一个象征啦吼，就是物件，也是动物安尼。当咱要通过这三项物来思考这个耶稣基督行进古塔的道路，迄款奇妙的应允甲祝福。咱小等下当个学习经赞吼，就是讲，咱伫这个时间的中间来看见这个中秋主日是安怎来的？中秋主日是安怎来的？拄则咱毋知有注意读到马太福音无吼？马太福音吼，伊读过的第8节遐，伊敢若写讲，大部分的群众将家己的外衫铺伫路呢，吼，嘛有人插树叶，也用树叶来铺伫路呢，伊无讲中秋。咱再来用经节来搁一遍复习就对啦吼。这个中秋、如啊，甲是日过，咱大兴是看见耶稣要通往受苦，应邀入城，应邀，但是佫通往受苦，这两项煞对比的，也毋过共伫一个时段来发生。咱拄仔佫复习这个经节吼。这几项咱小可做一个复习，讲耶稣因要到耶路撒冷，还未入去哦，先来到迦拿山附近有一个庄舍，叫做伯法其伯法其就是讲还未入耶路撒冷啦，就找两个门徒，甲因讲安怎呢？讲恁去对面的庄舍，伫遐随时会看到一只驴仔北地，佫有只驴仔囝甲伊伫遐。你家己偷几看来互我，所以若是较认真甲研究讲，是两只，毋是一只。一只驴啊，应该是亲像老母的感觉，佫只驴仔囝安尼，恁甲看来安尼。佫来讲，若有人对恁讲啥物，恁就讲主要用因。主到底对方是安怎知影主要用因？就互看来，这嘛是一个奇妙。伊无详细讲，迄个人随时互恁看哦。门徒就去啦，照耶稣的指示，将驴仔甲驴仔囝，将因的外衫铺伫顶面，耶稣就起来徛伫顶悬吼。大部分的群众将因家己的外衫铺伫路呢，嘛有人插树叶，伊是讲树仔枝，但是无讲樟树咧，铺伫路呢，来甲伊欢迎。然后这个人安怎画讲？前后军队的群众话讲，大庇的囝何山呐，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至高的上帝何山呐吼。耶稣一日入耶路撒冷，全城拢喊话起来，讲这人是甚物人？这人讲，这个是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这段就是中秋主日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啦吼。但是4本福音书拢有写耶稣入城哦，但只干那约翰福音有讲中秋节，中秋节。
因为咱要分享这段故事吼，马太福音写有较完整啦，约翰福音有写，但是毋是像咱在咧写遐详细。所以咱就用马太福音来学习，总是咱注意，只有约翰福音是记载讲因举的迄个树花是棕树枝，是棕树枝安尼。约翰福音12章12节。甲13节，伊安尼讲，假日来过节，一大群人听到耶稣要来耶路撒冷，就举棕树枝出去迎接，话讲何山啊，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以色列王应该受称赞。当咱读到遮啦吼，咱有真侪迄图画，伫遐咧描述耶稣入城吼，像这个吼，有人举树枝得意吼涂骹铺衫，耶稣骑驴一张是较有点迄个较特别的画图的动态，耶稣入耶路撒冷，一张嘛是耶稣入耶路撒冷的画，这是一个版画这是现代人学习当时咧这个耶稣入城迄种欢迎的场面啦这是现代人翕的。因举的迄个就是叫做棕树枝安尼。那讲到遮兄弟姊妹，咱读圣经有时爱求上帝，互咱有一个较敏锐的一个观点第一个，咱所想到的就是讲，这所有的群众，大家相齐来，话讲，何山啊！咱现在唱何山啊，就是一个阿拉上帝的意思。何山啊，何山啊，对无？何山啊，何山啊，唱足欢喜。但是何山啊，原来佫有一个意思，讲救的赶紧救援啊，来救援啊，安尼何山啊是救援的意思后来变做讲做一个阿拉上帝的意思。第二个线索伫遮，咱看起来都无啥物奇怪，但是若注意甲想，会去看到即个。伊讲大必的子孙，学了即个耶稣讲是大必的子孙。第二，伊讲耶路撒冷，耶稣一个入耶路撒冷，众人拢喊话起来。恁问讲即个人啥物人啊？即个啥物人？咱看注意因回答讲即个是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即句话看起来都也无啥物奇怪都是一位咧传福音、传道理、传天国福音，应该认为讲是先知耶稣。但即句话甲何山啊，大必的子孙，咱人对遮来看见，拜一、拜二、拜三，就是受难酒一日一日的变化。伫遮就是埋一个线索啦这个线索就是伫因的眼中，伫因的思考的中间。因是要迎接一位君王，迎接一位拯救者，迎接一个亲像大必，佮重新来的第二个大必，要来复国，要来甲罗马人赶走，互因国家佮重新恢复兴旺，亲像当时的大必共款。伊毋是一个就是讲哇，欢迎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拯救者，虽然当时因的弥赛亚的想法。就是咧讲拯救者无毋对，但是毋是个属灵生命的拯救者。也因为安尼，即个群众的认知开始伫即日了就开始无共款啦。咱拢知影，即个受难酒的过程啦受难酒的过程，就知影讲，群众伫遐咧喊话，因的需要，甲耶稣基督正讲伊要做的事，慢慢显露出来。嘛造成到后来，连知影讲伫拜五受难日，耶稣受钉伫十字架，迄个结果。今仔日咱思考即个棕树主日的道理咱基督徒爱有一个真清楚的认识，就是讲世间人的认识、世俗的认识，甲咱信仰的认识是无共款的。当咱来当进入到伫新的一层。耶稣是要安尼，是安那要安尼做？迄个超越世间人的认知、世间人的观念，也是讲世间人世俗的想法的时阵，咱才能进入到迄
迄个信仰侵占的所在。当然，兄弟姊妹，咱来看去遮，就是一场充满误会的凯旋啦，误解的凯旋。空气中，哇，漂流着迄个真兴奋啦、扰动啦。军将手中握着樟树枝，甲骹下铺遐个衫，这是亲像一场迎接君王的典礼呢。迎接君王的典礼，无亲像咱后来知的受苦的萝卜。啊，他安尼会产生什么情形呢？伫这闹热的景色的中间，有迄个属灵的落差，属灵落差差足远。军将所要爱的是因要爱的王，一个安尼足勇猛的领袖，带因来革命，赶出外人的统治，就是由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耶稣是要展现出什么？伊是受册的救赎主。啊，这个差别大到一个程度，耶稣煞互因送入去各国他。兄弟姊妹。樟树枝的荣耀，咱遮也樟树枝看起来都也无啥。今仔日哦，咱台湾这个所在也无人叶树啊啦，因为即摆这加油棒足多吼，啊，佫会噗噗噗迄款的声。你若注意，今仔日吼，咱台南一个大代志，你敢知影？咱台南一间什么亚太棒球场，新的今仔日要开幕，啊，正港的迄个职业球队要入去拍，哦，爱当底几啊万人，吼，大家一定去读各种的。乐器啦，要欢迎啦，要演唱啦吼。但是当时樟树枝就是亲像今仔举加油棒共款啦，就是咧乐器啊迄种的吼。因为伫犹太人的记忆内底，樟树枝毋若水哦，因为伊足好，一支足好夹啊，佫直生了足顺的吼。啊，毋是像咱树蛙安尼歪来歪去，啊，就一支直啊，亲像一支真水的迄个纸花安尼。毋是水啦，伊是民族复兴、军事胜利的记号啦。吼，咱知影讲就地取材嘛。吼，啊，所以伫当时呢，也樟树枝就表示讲，哇，咱的军事战赢转来，哦，也樟树枝来热。啊，所以樟树枝是代表荣耀无毋对。啊，咱看见两个对比吼，政治的攻击，因为。军将以樟树枝喊话何塞纳，因的心内想讲：哇，安尼罗马军队，这世面吼，耶稣入来吼，这个君王入来，也是这个救世主来，会当甲罗马军队赶走。因期待这位惊神者的，会带领因恢复大必王朝的荣光啦。吼，这是一款的军将的心理哦。但是当咱看起这个。老这个场面，基督徒伫今仔日，咱是要思考讲，有一个荣耀的错觉。有时吼，咱嘛是干那为着要举樟树枝，吼，樟树枝干那望讲求主解决咱的代志。意思讲，咱干那要得到耶稣基督救主的帮助，但是无要为着主来付出。财务危机啦，病得到医治啦，生活较顺遂啦。啊，生活迄个各方面拢有受到祝福啊，但是无愿意付出代价。啊，你就亲像迄场军将讲，我当然需要，也樟树枝我是要得到的，毋是要付出的。啊，这嘛是荣耀的错觉。这荣耀若是起在伫啊，逐项是为着我好吼，啊，迄个信仰就无够迄个品质啦。因为迄是短暂的政治攻击。啊，我解决我目前的需要，但是耶稣基督。互咱真正的信仰，并毋是安尼，啊，这是存在着落差吼，存在落差伫迄个所在。所以对樟树，咱看见另外一个意象就是驴啊，伊的谦卑是特别耶稣选择的，代表温和温柔啦。因为咱知影讲，若一个君王入城吼，骑驴啊。有点四不像，对不对？迄骑马毋才会威风。军将期待一位骑着战马，迄个腰边吼挂着长剑，迄将军，安尼毋才威风凛凛吼。但是耶稣先确实选择
一只毋捌有人骑过的驴啊。安尼什么意思呢？耶稣伫伊的所有的作为中间，甲群众的理解中间，慢慢差距愈来愈大。这是一个非暴力的主权。咱知影讲战马象征着战争甲征服，驴啊是象征和平甲服侍。所以咱看见，咱拄则有读撒加利亚吼，耶稣骑驴啊入城是要应验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呐。伊安尼写讲。咱直接读台语吼，讲你看，你的君王来啦，伊胜利凯旋，伊谦顺骑驴啊，就是骑驴啊囝，骑驴啊，但甲迄个骑战马啊威风凛凛是完全无相像的。咱知影即阵美国啊，以色列甲伊朗咧战争。哇！双方若嘛是讲点出讲因的武器偌厉害吼，偌准安尼。但是我见迄个足厉害武器的下面，人要怎找到永远的和平，才是重要。我赢你，另一天你赢我，安尼迄个战争永远袂煞。只有是人行入伫谦卑、和平、互相商量，才会当永久。啊，耶稣是。经后壁段，伊骑驴啊入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驴啊责任是甚物呢？咱知影，驴啊，即只驴啊所坐耶稣，伊是背负着宇宙的主宰，但是骹步慢慢行，慢慢行，行入铺伫路年的衫，甲叶树枝。啊，伊所在的是甚物？这甲咱提醒什么？军队主吼，毋是要典威风啦，毋是要典威风，毋是讲哦，你看哦，我的顶悬是坐着一个救世的主，啊，我遮驴啊嘛继续威风吼，啊，伫遐展现，毋是啦。伊所承载是主的使命，带着主的使命，伊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工具，毋是要点出伊偌厉害。所以，咱安尼想的时阵是讲，咱是毋是欢喜亲像迄只驴啊，放下家己的身段，啊，我伫世间的身份，我的地位，啊，我各方面的能力，咱敢若单纯亲像经节所讲的，主要用伊。亦者是即条路要行的路，并毋是原来想要行的，无一定喜意的路咧，啊是无喜意的路，但是是主要爱的路，咱欢喜军队无？驴啊，就是谦卑，军队着主耶稣行即条各各他的路。咱拄则有讲，樟树、驴啊、甲十字架，即三项伫即个受难酒中间来显现。互咱什么款的学习呢？樟树，就咱讲迄棕榈树啦，吼。啊，咱台湾较少即款的，因为迄野枣啦，即款物件伫中东遐较济啦。咱台湾嘛是有类似的啊，像椰子嘛是这方面的树啊一种，啊槟榔嘛是吼，啊咱知迄个两边的花拢啊真平均就对啦，啊坐落来一支真好举安尼，啊所以樟树伫中东的所在，伫耶路撒冷的所在，伫以色列所在是代表迄个欢呼热情的象征。啊，第二，驴啊是谦卑，承载着安尼点点做。啊，无出声，十字架是受苦的记号。像即话，咱伫即个樟树主日开始，对今仔日，吼，今仔是礼拜日，樟树主日开始，过偌济做结束，还是讲做过偌做完成安尼。啊，所以若要讲是今仔日是第一日啦，吼，樟树主日是第一日，啊，明仔载拜一。应该是第二日啦。啊，咱教会呢，啊，最近今年咱特别安排讲，耶稣伫受难酒的逐日拢有伊奇妙的作为哦。啊，咱若敢若伫受难酒，也是讲樟树主日来分享，敢讲袂了，啊，了解袂完成吼。啊，是讲到拜五，啊，咱搁来纪念耶稣受苦，啊，中间耶稣安那经过。咱无拢解完整，当然咱家己灵修拢看会到，所以咱伫今仔日周报内底有入一个蓝色的
迄个灵修的单，咱倒去咱读即照即段经文，有一点仔短短的说明，思考默想，来祈祷安尼。你若时间会好势，咱要用这资料吼，伫明仔载连续4日的透早6点，咱做伙来教会，做伙做伴来灵修，来分享这圣经对咱的启示。6点到6点50安尼吼。好，当对今仔日第一日到搁偌济，逐日有上帝奇妙的作为，耶稣基督逐日所做的事有记载。但是咱知影讲，受难周上重要是咧纪念即个受苦的使命。咱知影讲，对百姓喊话和善啊，到后来，共即群百姓喊什么？等于是一个和善啊，甲等于是一个差遮多吼，一个天长的地啦。和善啊是讲，你来救我，即嘛讲等互伊死是讲。你无效啊！该顶是一个，该放弃去，差敢若差几日的时间，无几日的时间变化遐尼大。所以对张寿基，哇，欢迎哦，君王入城哦，到来讲哇，张寿基变是一个去啊，张寿基变是一个，这是咱主耶稣所选择要行的路，也是基督徒。伫信仰上上界中心迄个所在，咱要安怎看见耶稣这条受苦的路，也成做我生命得丰盛的路。张寿基的荣耀是短暂的啦，伫炉仔顶的使命却是真沉重。这进城毋是为了登基，意思讲毋是要做王哇互大家赢请请。耶稣的入城是为着要承接迄个受苦的任务。哇！拢甲世间的价值观拢无共，世间人的想法、世间人的认知拢无共。兄弟姊妹，使命的区别，耶稣入城了，每一步拢是各个他咧行的方向。伊接受群众的欢呼，但是无沉迷伫迄个名声的内底。伊知影只有经过即个荣耀的误解，大家喊话，人拢注意即个人，伊才会当伫十字架顶完成迄个。真真正正的救赎，有斗争的欢呼，这个误解了后，这群人共款送耶稣入十字架，安尼表示什么？世间人的罪性，无因为你原来的欢呼就解决。耶稣必须要用受苦、受定、流出宝血来解决这群人因的迷失，这群人也是代表世间人。咱人的罪，耶稣用这个来承担受苦的必然。张寿基若无高达，就袂发出新的艺；耶稣若无受定死，伊就无法当赢过死亡。耶稣爱升入去死，伊才告我迄个亏力才会当显露。伊若无死，逃闪也是闪避，你就无机会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伫受难周看见一个世间人所想的，甲基督徒也是信仰所想无共款的所在，咱都要深刻去体会到，咱知影讲迄个信仰的宝贵、价值甲独一。耶稣使命毋是要闪避痛苦，伊是要拥抱痛苦，因为知影将苦才能转化做医治人的膏油。古早咱知影抹油就是咧医治嘛。耶稣用受苦来成做油来抹咱，互咱得到荣耀，互咱得到医治。兄弟姊妹，咱若想着到遮，咱做基督徒，咱要做甚物款的？咱要得到甚物款的荣耀？纪念中秋主日，咱手中所握的迄个信仰的旗，但是咱军队主毋是要骑马，毋是要满足咱的野心，是因为骑驴啊！来破碎咱的自私，咱的骄傲，咱俩做逐项拢会真熬，破碎，看无家己，谦卑舍己，这是基督徒必须要经过。迄个操练吼，你若无经过，你会讲哇，这款代志哪会安尼，拢无共款。你若还阁有世俗的观念，你就无通理解
破碎家己迄个气力以及稳定。所以兄弟姊妹，樟树基提醒咱，上帝确实配得荣耀，但是儒雅提醒咱，这个荣耀是透过谦卑甲顺服来得到的。顺服甲谦卑，所以你要得这种荣耀，受苦的使命来提醒咱，真正得胜吼，毋是讲甲敌人消灭啦。这世间上啊，战争过来过去，战争过来过去，人拢感觉用武力要解决所有的代志。但是今仔日赢，明仔载换你输啊！所以循环，人的社会一直活伫这个苦难甲征战的中间。真正得胜，毋是消灭对敌，是因为你欢喜舍己疼人。当你愿意舍己疼人的时阵，迄个真正的胜利才得到。耶稣就是要行这个疼来得到救的困难。所以兄弟姊妹，咱来放下手中啊，主啊，你听我的樟树基，转来背家己的十字架。当咱愿意受苦的时阵，有缘来欢呼何塞那的时阵，咱才知影讲，迄个入城意义是啥货？意思是讲，我现在都也无顺事，我现在都毋是照我原来期待的，但是我有缘要学老主，我愿要唱哈利路亚，我愿要唱画何塞那，你才知影讲啊，入城意义是啥物？毋是要得到世间的荣耀，是要得到真正属天的权柄。最后，咱要讲的是讲。徛儒啊的见证，甲成事啦，徛儒啊，徛儒啊，伫圣经中是谦卑的象征，也是一个载体。用儒啊，像一个载体吼。伊的价值毋是在于伊家己是甚物人，较重要的是讲伊背负甚物。儒啊顶，古早的儒啊吼，真正是做苦工，甲牛甲马拢差不多啦。古早有一种行业叫做迄个。模仿就是讲，迄画帽，咱听过吼。台语讲画帽，就是讲两块大块石，啊，你啊过来过去过来，啊，足重的，才会当磨粉，磨迄个麦啊啦，磨做面粉吼，啊磨遐个土豆打落去，啊因为吼足重的就对啦。互啊马伤大只，啊牛吼毋听话，敢若牛啊上乖，所以咱台湾较无啦。外国有一寡所在，因古早。也无机器咧磨物件的时阵咯，用炉啊，一个磨坊内底吼，甲炉啊的即个目睭甲按起来，啊有一个人牵呢，啊，甲伊绑伫迄个管内底，啊行一世，毋知行几万世，啊，就是要甲迄个画帽甲遐个粉加互油安尼。当然有的人是做有的炉啊是做这个工课，但是耶稣徛的即只炉啊。是背负了一位拯救者耶稣基督。意思是讲，咱真做一只驴啊，毋在于讲我的身份是偌高贵、偌价值，是我有背负着咱所学老期望的救主耶稣无。重点毋是伫驴啊，是伊背的是甚物。所以，甲驴啊的谦卑放入去现代生活，毋是指的毋敢若是。卑微也是软弱，是种欢喜稳重家己、看无家己来成就大局的高贵的品格。所以，对你今仔日这个信息，有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讲，伫咱教会中这个群体啦，咱这个群体兄弟姊妹几啊百人伫遮，咱期待是，咱成做一个稳定的管道，毋是成做一个属灵的明星。伊是讲哇，安尼很耀眼的，伫主的内面，咱拢是稳定的管道。谦卑的儒啊，提醒咱服侍最高的境界，是互人看见耶稣，带人来见耶稣，毋是互你的才华显露出来。其实伫教会界，也是讲历史中有真侪安尼无成功的例，就是讲有遐个足有温顺上帝的萝卜，但是到后来煞提升家己，煞用家己退耶稣啦。
古早到现今足侪咱叫做教主有无？遐教主来团到最后吼，是伊是主啦，耶稣无去啊。咱伫教会内底嘛是要常常注意着这样事。咱是要带人见耶稣，毋是讲靠你。这是咱基督徒上大的一个，安尼讲一个条件甲优势哦。咱若看去马的服侍是世间人的认知啦，因为追求成就嘛。比如讲，咱亲像伫这教会中间，哇，咱逐项做了真好，互人学了讲你足敖足好。这时阵吼，咱好像迄只马，哇，健马，大家看到你吼，讲马到成功，看到你，就代志解决啦。有时咱家己受高举的时阵，颠倒是爱世事的时阵，因为有时因为安尼来跋倒。但是儒的应用是啥物？咱是要承载基督。咱伫咱服侍的中间，互咱的兄弟姊妹小组员，伊伫分享中间讲伫你的服侍中间，互我听见耶稣基督，听见上帝对我讲话。安尼才是咱服侍上悬的水的所在。伫教会服侍中，咱徛伤悬，表现太完美，有时嘛会互软弱的人有压力咧，甚至去当着耶稣的面。这有时咱无注意到的。有时咱是讲我都尽力服侍，但是你有法度安尼来讲，小可掩饰你的光芒无？这嘛是基督徒足重要的一个操练。所以当咱愿意亲像驴压落来，驴伊的悬度无像马遐悬。咱知啦，骑马吼，咱要甲马顶的人讲话来举头咧，但是驴都要甲人平等。所以儒的意象嘛，是互咱看见讲，伊压落来服侍基督的听，也真正甲人亲近。兄弟姊妹，咱知影今年咱台湾迄个农历拄是马年啊，拄真好的对照，马年甲儒的性命，咱世俗期待什么？马到成功，龙马精神，一马当先，半马奔腾，马不停蹄，马力十足啦，拢是这。这是世间的标准啦，咱嘛袂使讲毋对。这个物件得到是要创啥？成功是因为真侪人失败来得到的咧。这个物件毋是歹，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伊也无完全。咱看见马的服侍甲儒的服侍是真无共款的。核心的价值有比较，咱讲一两项，比如讲马的价值是追求成功甲卓越，但是儒的思维是追求忠心甲同在，自我的形象、服侍的态度、终极的目标，拢伫马的意象甲儒的意象是无共款的。马是在这世间，亲像一个明星，互人感觉赢请，但是成功是在伫你对别人无一定有帮助，但是儒是一款的牺牲，是照上帝的意思带来平安，甲人和平。这是真奇妙的对比啦吼！检查兄弟姊妹，世间拢咧教你安怎做千里马，但是主耶稣今仔日伫城门口所找的是迄只小小的驴啊。千里马甲驴差真侪，嘛真好通辨识啦。但是耶稣讲，带迄只驴我要用伊服侍顶。伫服侍上帝的重点，毋是讲咱有走偌紧吼，咱家己走偌远，是你有行伫主的路无？咱背负的是啥物？你愿意放落迄个马的迄个骄傲，穿着驴的谦卑，你所行每一步，虽然真慢、真辛苦，但是你拢是为着这位和平的君王在铺路。所以，伫即个马年，咱无一定爱求马到成功啦，但是咱求主来用伊，求主来互咱领受这款的祝福。驴樟树较十字架，这是咱一个信仰的选择，也是咱要服侍主一个真奇妙的提醒。愿主赏赐咱伫驴的谦卑中间，互主的应显。大得着来贡献出来，兄弟姊妹，咱要先来做一个祈祷，然后咱准备要来做异地的这个服侍，咱兄弟
同工来准备心，再个来祈祷。主阮上帝，感谢你，阮看见中秋主日对圣经所记载，耶稣是骑驴仔入城，百姓用棕树枝来约来欢迎，这互阮甚物款的启示？因为后来耶稣毋是表面上成做世间的君王，伊是成做一个钉伫十字架顶受苦的奴仆。主啊！伫苍树主日以及过来受难周，愿阮大家用谦卑的心来行伫这条国家的路，甲耶稣同受苦。因为这个属灵的拯救，要看见主，要赢过世间一切的荣耀。这个荣耀是属天的荣耀，是拯救世间人对苦得到活命的得救的道路。愿主互阮三甲有份，伫受难周的灵修。思考默想，来看见这款奇妙的呼召。感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今日姊妹，咱准备要来做。